在这边中西区的时候，平常是还好，可是就是直到假日的话，就是因为外来的观光客很多，所以就是机车都很难停，都很怕违规停到不应该停的地方。我们知道到了假日很多的年轻朋友骑机车到这附近来做这个观光。那机车因为体积小很容易就会随便的违规乱停车所以会影响市容跟影响观光。那我们这个停车场目前是3层楼的设计那总共停车位是103席。那我们未来的这个收费政策呢，会如果是计次的话，会一次大概是20块。那如果是计时的话呢，1小时10块钱，那上限是30元。那我们后续会看看这个计次跟计时哪一个比较合适来做适当的研议之后，来公布相关的这个收费的办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民多半以机车代步，加上外来游客也会利用机车游览观光。像是友爱街周边就是观光人潮众多、人车密集的区域。为了改善周边区域的机车停车问题，台南市政府将原有公有老旧闲置建筑物拆除改建为立体机车停车场。这也是台南市的第一座机车立体停车场，将提供给民众更友善、优质、便利的停车空间。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友爱街新的这个机车停车场，我们觉得很新奇能够骑车来这边我觉得而且这个空间的规划都已经用到极致了。当初我们对交通局的这个要求跟拜托，就是说在有限的空间能做最大程度的利用，所以他们在1楼设置无障碍车位然后2、3楼设置一般车位，然后总共有103个机车位因为这个地方附近是一个观光景点那所以说应该这个停车的机车的需求，停车应该是蛮多的，停车需求，尤其是不管是本地或者外地的朋友们，我们欢迎利用，但是也希望说能够解决道路交通拥挤以及景观的问题，以及这个民众找不到停车位，还有周边的商机问题，我们都要一并考量。那谢谢交通局以及所有的同仁的努力，我们将来还会再找合适的地点，再设置更多的路外停车空间。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先来关心台南市会定期会，议员郭清华伫总质询指出，公办中话受限3公顷范围，无法度开发，除了造成地主的权益受损，加上司办中话阁是司法纠纷不断，所以议员也批评市府无能，阻碍地方发展。要求司办中话要建立严格标准。议员郭清华以公青寮开发为例，因为地主担无公办中话，除了土地使用权受限制，权益受损，连带阻碍着地方发展。所以议员强烈要求公社改变，需要配合市地中话开发，也无地主口口等待公办的失去意义。批评黄伟贴任期内无能的土地政策，要求公办、主办要双向并行，司办一定要建立严格标准。伫蔡淑慧议员甲你做这质询的时阵啦你安那你唔知啊？讲针对公办中话地主的权益受损的时阵啦你安那你唔知啊？你对我发布了对啦，这个部分你拢总无提起啦362公顷已经排定计划，马上就要实施，所以在民国74年这种不合理的，我们也请都发局做公社的这个检讨。好，谢谢。议员以现况南区效应建立一直开发，未来9分领照将高达6000户，加上安南区海淀、海东国小已经压满，所以要求教育局一定要尽速规划9分高中小学，唔通搁再拖，甚至自己就因为施政效率加方向的错误，造成民调直直落。对此嘛，看出市长并无认同议员的质问，有了脾气。正经就对啦但是咧台语讲就对啦，领导
经过好啊，然后入位啊，你家是顶当才提出来啊。咱即摆迄个时阵，今年第一学校就今年就顾招生，咱即摆来入位第二笔的需求钱啊，有感觉着？是安那个无事。本身这个资料拢甲你办市政府啊，是安那个无事。不管是土地中位政策，还是教育人适合的笔册，议员的质询拢交由市民公断。但係新聞管及劉品言採訪報道。為了避免高雄城中城大樓火警的悲劇重演，議員擬定高鐵總質詢，即日日前，消防局針對50棟符合式的大樓進行檢查，不過也受鬧高，要求積極清查。另外，針對老舊公寓大樓，嘛希望政府會當協助整修公共設施，來保障弱勢住戶。議員擬定個總質詢，面對高雄城中城火警的悲劇，提醒市府一定要經積極面對，因為已經唔是單純符合式大樓，老舊大樓加國體等等都有問題。其中號稱台南最後一棟幾樓的萊雅大樓都無列管，特別是台南50棟以上的建物比率4.8%偏高，更有鬧高，提醒市府除了消防安全，建築管理攏是關鍵。我们未曾想到，我们有更庞大的老旧公寓大楼，同样面临险恶的困境哦。包括我只以永康市为例，我们永康市超过300栋的大楼，其实有多少大楼？其实它现在目前是在属于挣扎生存。我们消防局当初是清查我们的复合式的哦，所以说我为什么会说你们不够积极？你们没想到我们还有其他的住宅式的国宅老旧公寓，通通都涵盖在里面，甚至有很多的大楼，它管委会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依照规定消防检查，那50栋是复合式的，是我们住商在一起啊，类似高雄城中城的。所以那个我们已经清查完毕了。这场大火危机，议员进一步检讨管委会，不管是成员登记未合、管理基金不足，还是根本无管委会消防安检无法度运作。议员认为，一下主体嘛是纳税义务人，希望政府协助弱势进行公共设施的整修。我发现我们公务局的这些主管权责的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不是你们管，就是我们警察局一定要管嘛。关于整个骑楼的管理，然后那个都能够这样子推来推去即使有一天出事了，还有一个消防局可以扛。我想知道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建管科、使用管理科，我们针对我们的骑楼管理，甚至我们大楼的一些老旧的大楼一些里面的停车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是作为？就是说，如果我们第一个大家都怪管理委员会嘛，第一个管理委员会，我觉得这个只是阳春的基本款。是。那有管理委员会，当然整个基本的管理费啦，或者有人在巡逻啦，或者有人在收发，有信件寄来，不会说都不会都不见了，这是基本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一些公安，包括公安不一定是消防，消防是公安的一环，这些公安的需求。那以过去几个重大的惨案包括这个很多人为蓄意纵火，有的人是在骑楼就直接给你放火了，没错。像这次城中城有人就是在底下烧，不知道烧什么东西。对，这个就算有管委会，就算有这个第一时间有住宅警报器，坦白讲是可以减少，但是要避免的话，我觉得其实要有其他的机制。其实大楼里面通常目前的大部分停车位，汽车停车位、机车停车位是有考虑。对，就是说在地下室里面，它里面就有这些停车位、停车空间，那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的人他没有进去停了。对，这摆总质询，这议员拢将对老旧大楼的公安、消防检讨，市府嘛表示将汇集所有意见，持续总体检。但係新聞管及劉品言採訪報道。出身大北門區的議員蔡素秋金透過總質詢，向市民推薦將軍區真有觀光旅遊價值的私密景點，嘛希望市府會當結合馬沙溝舊港的特色，甲完整的自行車道來全力開發並且加強行銷。
议员蔡苏秋金一开始质询欢迎民意，要求市长任内一定要有重大建设，后面将少年的施政成果，接下来推荐将军区美沙沟的秘密景点，要求市府结合现有自行车道加古港的特色来开发利用，由观光旅局加强行销。第就是咱的将军美沙沟的这个马沙沟的旧渔港啦吼。咱以马沙沟的旧渔港为中心啦吼，伊伫101年开始吼，伊就伫将军溪建设一个自行车道，往东是对那个客家花中桥，来衔接咱客家台铁这个路线，往南咱有经过一个善行园田，咱接25线，咱会当对顶山的赏鸟亭。你到咱的97个的观海路，你叫这个博物馆啦吼，所以这咱好的一个自行车道有观光价值的吼，咱嘛希望咱的观光局长吼，你爱去带领去行销，行销报互大家知，观光休闲是很重要的啦吼。面对孙文当上2014年被诱导以后，经过议会国民党团提案争取，原本就定今年11月12日要重新采回台南公园，不过消息一传出，再次引起反弹，认为当上是向维权妥协。对此，议员嘛要求市长表态。对此，市长强调一定会尊重民意，先寻求上大共识再来决定。市长就当像一个同区同款，伊爱真侪工会拢爱处理社会的共识。我必须要承认这件代志，社会共识是真纷乱、纷纷扰扰。伫社会还未处理共识进前，我想这个孙文的当上未去甲徛起来。应该是爱处理社会共识，尊重议会是足重要，处理共识嘛是足重要。若无你搁去采起哩，即摆人搁去诱导，社会搁更加纷扰，搁去讲我想这毋是，我想嘛毋是蔡苏议员，还是讲任何党派的议员欢喜看到。因此，我会伫遮做一个宣示，咱会尽量寻求社会共识，但是社会共识还未形成进程，咱必须要。以市民的多数的这个权益来做考量。出身大北门区的议员蔡苏秋金会中除了推荐美沙沟私密的景点，嘛进一步要求附近有地基头空、有趴远无地质的土地，拢一并要求市府处理来并观光。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因为科学园区带动经济产业发展，就业的人口嘛增加，所以各界看好未来前景，纷纷伫台南地产。为了避免房价过度的波动，台南市政府目前也针对非自大的房屋修正条款、房屋税率，目前送议会审议当中。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长陈柏成表示。这届修法对着家己大的使用者，包括本人、配偶或者是未成年子女，全国合计3户以内，仍然维持1.2%的优惠税率，无受影响。但毋是家己大的房屋，伫个5户以下，税率会对1.5%调整到2.4%，你6户以上是3.6%。台南市政府在最近送了一个。房屋税征收率的修正自治条例到议会去，那希望说能够透过修法来让这个房价能够稳健的发展。那这一次的修法呢，我先跟各位说明大概对于自住的部分，全国那个在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在全国合计3户以内的，都还是税率都还是1.2%，没有在这一次的修法范围内，所以完全不受影响。那会受影响的都是，如果说以这3户为基准来看的话，是要几乎到第4户以上，这样的人才有机会会去适用到我们这一次的非自住房屋税的一个修正。那税率会从现行的1.5%调整到2.4%或3.6%不等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正，让大家知道说房子够住就好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房的。伫台南的厝价一直起，市府适时来推出多屋住税修正草案。专家学者认为，
一方面会用维护大的正义，另外采取无共量能的课税原则，嘛表示肯定。我觉得台南市政府推出所谓的囤屋税的话，是非常肯定的哦，真的是可以达到所谓的这个居家公平正义的目标哈。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我觉得对大部分的这个买房子人，其实都是一般所谓的首购族，或者真的需要房子来居住的哈。那如果高价的话，对年轻人或就是所谓的比较或中产阶级的这个人，他们其实如果是高价的高涨的这个部分，基本上他们是买不起的哈。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房价会高涨的原因还是因为投资客的关系哦。台南市政府呢，这次呢，根据多屋族税或者是所谓的囤房税呢，去做法案的一个修正啊。那其实它的精神呢，已经符合了所谓的量能的一个课税，也就是说，已经考量到财产持有者或所得的拥有者，他本身的一个能力去课税哈，去订定这个修正的一个精神哈。而且台南市政府其实它有相关的配套措施，那应该不至于会影响所谓的租金的一个转嫁。那也可以把多余的房屋释放出来，让有房屋需求者可以呢去在这个平台上呢去租屋。另外，为避免税金房屋将税金转到租金顶面，市府鼓励多屋者嘛用释出房屋到主人的市场，只要符合租赁市场的法定条例，该房屋嘛将以优惠的征收税率2%来课征房屋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新型肝炎是台湾国病之一，伫过去要做治疗有真侪限制，包括传统的干扰素、治疗的成效无好、病人致死率不足，以及药物副作用等等。现在卫生福利部开放第二次的口服时间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希望2025年达到完全根除时间的目标。根据台南市2017年行动病院全面健检的推估，台南市4型肝炎的标准化盛行率大约是4.1%，不过伫溪北的部分区域，盛行率甚至高达20%，原因就甲体液以及共用针头有关系。C 型肝炎本身其实是经由血体液传染啊，意思就是说有接触到血液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危险的性行为或者是说一只受到污染的针具拔牙的器具等等，就可能会被传染 C 型肝炎，所以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哈。它在一些特定的族群，举例来讲，有在这个使用这个吸毒，然后需要用到一些共用针具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这个族群的病人盛行率其实是蛮高的哈。医师强调，过去治疗C型肝炎因为有真侪限制，造成台湾伫个C型肝炎的治疗甲病毒的清除进度较慢。现在卫生福利部针对第一届治疗失败的族群，将再次开放第二次的口服时间的抗病毒药物的治疗。我们知道C型肝炎的治疗其实从106年就开始治疗了，那只是说有一些族群的病人他是过去治疗失败，或者是吃过药之后又重新感染的病人，那过去是苦无第二次治疗的机会了。那从今年的6月开始，那健保正式通过2次治疗的这个给付条件所以这些族群的病人就可以来使用第2次的药物让他的这个肝脏又恢复到健康的状态。那当然这个药蛮贵的大概25万到30万左右的价格，所以健保的条件是稍微比较严格不过其实现在蛮宽的只要你的体内是有验出病毒的病人，不管你有没有肝硬化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情形，几乎都可以接受治疗。只是我们有多种的药物，那不同的药物稍微有一些限制如果说一些比较肝硬化严重的病人，某几种药物就不能用那不过这个比较新型的这个药物大概就还好有肝硬化的病人，或者是你的基因型，不管是哪一型的病人，其实都可以使用我们这个新型的2次治疗的这个药物。卫福部对2017年开放新型的口服C型抗病毒的药物纳入健保的给付，
3年来成功治疗超过10万名的病人，成功率达到98%。其中部分因为病人甲病毒的因素无治好，还佫有1-2千人左右。现在开放第2次的治疗，患者不但会用节省20-30万的医药费，希望伫2025年会用完成达到根除时间的目标。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被评选为中国新闻学5大女作家之一的苏雪玲，文学创作甲学术的研究非常的丰富。伫1999年享年102岁，伫成大病院过身。成功大学为了纪念这位曾经伫成大教册18档的文学大师，也特别举办为期2礼拜苏雪玲文物展。被文坛誉为50时代最后一位大师的中国新闻学第一代女作家苏雪玲，1956年应聘到成大中文系任教，执教18档后，持续伫台南生活。伊伫1999年过身了后，将文物以及著作权全数捐予成大。成大博物馆随设置印象苏雪玲最后一位54作家中式展，展了将近14档。日前因为空间调整，将文物移交予成大中文系。对此，成大中文系特别举办为期2周的诗念苏雪玲文物展，展出苏雪玲的文物以及生平解说，并预定伫明年5月启用全校的文物室，保留苏雪玲的珍贵文物。透过这个阶段的这个安排，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最适合的地点来呈现我们的心情。那前2天有个前辈问我说每一个大学在重要疑点的时候要宣示的其实是一个新的价值。那透过这一点，我再一次谢谢文学院很多同事的共同的努力，让我们可以整理出至少在90年校庆的这一年，希望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可以互为传颂的核心价值，那么就是常行显光。这个成就共好。我一直相信，如果没有文学那么多同事的智慧心血，还有从文史的轨迹依据里面找出这套论述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自在的在各学院不同学术背景的同事当中就接受了这个心情。那在常行成就显光共好，或者常行显光成就共好的精神里面，无非讲的是一路的坚持克己之道，最后是留下来的轨迹。可以用跨世代、跨空间的一种影响存在着。诗念苏雪玲文物展为伫咧成大工学校区中文系1楼大厅，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11月19日为止。展览结合成大中文系教授陈昌明以及成大中文系校友黄华安珍贵史料以及记录，展出苏雪玲的文物、画作、著述、相片等等。传了大家认识成大中文系上界重要的文化资产苏雪玲。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